使乜怕失敗被責罵？經驗值每日都會增加，對準心中嘅標靶，目標都總會偏差，絕不心急到達，最怕有日後悔無出發，淨係把口掙扎。出發決定以後每日過關，可以今世不再躲進被單，發覺沿途裏有人無我可分擔，不需解釋，獨有意義搏一晚。我試過說要放棄懶理過去幾多，想當初是怎麼開始對正那把火，請不要放過，也沒有分對與錯，而實現夢想的方法就是做到今次動真格，即管走去做，找不到退路，我信你會明白這首歌給的勸告，無謂發夢空想到老。想做就去做，使乜怕失敗被責罵？經驗值每日都會增加，對準心中嘅標靶，目標都總會偏差，絕不心急到達，最怕有日後悔無出發，淨係把口掙扎。keep 住掙扎，用歌詞表達內心嘅諗法，接受批評之餘，仲要堅持自己嘅風格。靈感嘅來源係日常生活，不斷去觀察。運動可以舒壓，但更享受用音樂抒發。唔知轉左定轉右，卡住喺個十字路口，向左走向右走，朋友都可能成為對手。潑冷水都要接受，預咗冇回頭路走。拎得起放得低，唔係做人就做夠。做緊中意嘅事，人生先會有尊嚴同趣味。經歷太多，反而令我哋內心太多顧忌。知己知彼，保持距離，點都唔做人隻棋。每次我猶豫不決，都會用呢首歌鼓勵自己。想做就去做，使乜怕失敗被責罵？經驗值每日都會增加，對準心中嘅標靶，目標都總會偏差，絕不心急到達，最怕有日後悔無出發，淨係把口掙扎。喺香港出發去泰國之前，我當時嘅心情係又緊張又驚，呢兩個心情咧都係因為比賽。然後咧，我最期待或者最擔心發生嘅係比賽，期待咧就係因為可以同其他國家嘅人真正嘅第一場比賽。擔心咧就係因為在比賽過程中，我擔心我自己直播姿勢發生錯誤，然後導致自己受傷。喺比賽入面，有一刻曾經有覺得，雖然我哋冇一齊練過習，不過我哋依然可以配合得天衣無縫。事情係喺去泰國比賽嘅時候，我哋要同其他隊一齊合作完成個比賽啦。我本來以為我哋唔會配合得好好，不過結果我哋配合得非常完美。呢個比賽令我意識到團體合作嘅重要性。閃避球將自己嘅安全俾隊友。喺比賽最激烈嘅時候，我會先叫隊友冷靜，慢慢嚟，唔使急。因為喺比賽最激烈嘅時候，如果我哋亂咗，一俾對手知道破綻就會輸。自己先做好自己。喺學校練習嘅時候，我哋已經有足夠嘅信任，所以先可以贏到呢個比賽。我喺泰國拎咗一個亞軍獎杯同埋獎牌回國。我覺得而家嘅自己同埋出發之前嘅自己最大嘅轉變係更懂得堅持嘅意義，同埋都學會咗更平和嘅心態嚟面對勝負。即使遇到好困難嘅地方，我都會努力嘅奔彈過去，都唔會氣餒。今次去泰國除咗攞到亞軍之外，我覺得自己熱波同埋打波都有進步。如果依家要我對出發前嗰個好緊張嘅自己講一句話，我會想同當時嘅自己講，原來我可以咁勇敢，大膽咁向前行，將我嘅緊張化成力量，好好表現。雖然決賽最後差幾分，冇攞到冠軍，但睇住大家喺場上毫無懸念地拼到最後，
我覺得我哋呢場比賽贏到比名次更重要嘅東西。我感受到團隊合作嘅力量，隊友之間毫無保留嘅信任與鼓勵，讓我哋喺壓力下也能彼此相信。另外，我哋呢場比賽仲贏到永不放棄嘅勇氣，就算比分落後，大家依然咬緊牙關拼到最後。呢次比賽讓我明白到真正嘅勝利係我哋一齊度過嘅難關。經歷咗呢次泰國之旅，下一次嘅訓練或比賽，當我再遇到困難時，我覺得自己會更冷靜，更有勇氣。今次對住馬來西亞隊嘅時候，我心裏很害怕、很緊張，幸好有大嘅老師和隊友們嘅鼓勵，讓我慢慢放鬆。下一次再遇到同樣嘅對手，我會先調整自己嘅心態，相信自己嘅隊友，用更穩定嘅狀態面對挑戰，不會再輕易放棄。